嘉义溪口乡公所为了要让在地囡仔认捌到故乡的准高，用这溪口乡内有300多年历史的柳仔高圳做主题，举办这行托活动。唔但要教囡仔重视水资源的环境，也要来认捌地方的发展历史。大人甲囡仔摕到资料，伫高圳的边仔，详细来听这条柳仔高圳这300多年来的改变甲历史。溪口乡公所配合学校举办高圳的行托。 要带家长甲囡仔为高圳来认捌在地。柳仔高圳是300多年的历史，其实比嘉南大圳搁较久。溪口等于是嘉南大圳的圳尾，所以大部分灌溉的部分拢是挖靠着柳仔高圳的水源来做灌溉。因为遮无来过，毋过就是我就是透过安尼讲解，就是有。 更较实在安尼。伫较早的农业社会当中，高圳除了有灌溉的功能，嘛是生活中真重要的资源之一。透过行托的活动，实际看到高圳带动农业甲聚落的形成，向家长甲囡仔绍介溪口较早的生活。对遮拢较早拢是走马看花安尼甲看过啊，所以即届有迄个导览，会使互我搁较了解这条大圳以前安怎流、安怎行、安怎下遐迄个田落去食水。 农夫是安怎就是灌溉我们的农田的也出水甲也排水系统整个流程。溪口乡公所表示，这个高圳如果无来绍介，平常一般拢会当作是普通的水沟仔，带因来认捌高圳，除了要学习地方的历史，嘛希望向家长甲囡仔来传达保护水资源环境的重要性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